讲道，同心同道，成全好的工，请张牧师。感谢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组织的教会，对年头到年底，主每一礼拜，阮追求你的面，特别是今仔日，阮伫这个年底，也是一个真的新的路程要开始进前，阮来批判阮家己。阮为着11月第一礼拜，阮的教会要改选后一任的中执。阮作为组织的时，阮要做伙祈祷，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接纳阮伫你面前的批判心，也为着你家己的圣工，你来竞选你的路步。主求你的圣神伫这个中间教阮真侪一个会晓接触你同工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强读你的话，愿主你的话做教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伫你面前安静听。求天父上帝对阮讲话，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或者咱的教会伫11月初1，咱要改选后一任的中执，咱来时间特别留起来，用平常心，用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咱来回顾上帝所予咱伊最恩典。伫咱共同的生活中间留落真多的印象。我来到这堂教会，甲陈牧师伫咱中间32年，头一批甲阮做伙就是张长老、本入长老、邱吉长老。到今仔日，伫咱的中执的团队中间，只有邱吉长老、闽湖执事曾主席执事，咱有真多人。因为成长，咱就来接棒。兄弟姊妹，我要问恁一个问题：恁感觉教会选举甲社会选举有同款无？当然无同款。你想咱来用咱的方法来选举，还是要用上帝的方法来选举？恁无讲的意思是恁有甚物种的主张吗？歹势啊，恁也未听无说咧讲啥恁咧吼。当然，咱是用上帝主张来做咱的主张，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愿咱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咱感谢上帝，伫前所为着咱陪伴做伊所听的路步。所以，当咱亲像咧读今仔日的圣经的时，保罗讲：我逐摆若笑念恁，我就为着恁来感谢上帝。身为恁的兄弟，嘛是恁的牧师，甲恁做伙生活中间，其实我常常笑念恁。我感谢上帝赏赐我伫30年中间每一个中执，因为因陪伴牧师，因为因帮助牧师。恁可能唔知影，透风落雨风台天了后，什么人会第一个打电话来问牧师讲你要好无？通常拢是咱的中执。我会记我早期来到咱这堂教会，是咱的教会足简单，透风落雨歹有一摆风台天。因为咱的教会牧师馆也未搭10度，顶悬的厝顶遐，所以雨水对2楼尾3楼顶安尼灌落来，那瀑布的一直流。半暝我就紧摕去找物件砍坏，我遐会找。后来咱的牧师馆才有砍这个10度顶悬的遐3楼尾。所以中执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互我有真侪怀念。我嘛要真遗憾，甲咱报告，伫咱的中执中间有人伫即届，伊要退任，就是小庆节，因为满70岁，照咱的教会规矩，咱有一个轮替，有新陈代谢，这是好，因为咱将事业交好年轻的一代。但是我嘛唔甘。伫半路陪伴我的刘克龙长老，伊伫即届要准备选举进前，伊首先甲牧师讲：牧师，互我请假，互我
后任莫参与伫即个选举的内底。伊讲牧师，我的身躯有欠安，兄弟姊妹，咱拢真毋甘，咱拢真小情，但是无论有认真，无论无认真，也这拢是咱的教会，对毋对？愿天父上帝为着伊家己的教会，为着恁这个大家庭，已经侍奉的工人，伫咱的中间来帮助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一心一路的教会，同心同道。今仔圣经是中文的翻译，会讲对头一讲到今仔日，咱拢是同心合意。伫旧约的中间讲，因是同心同道。但是我毋知恁拄则咧听书会的手机长老伊所读的圣经，伊翻译做一心一路。毋通听毋对哦，毋是一带一路哦。意思就是讲，咱100个人，但是咱只有一条心；咱100个人，但是咱做伙行一条路。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话放伫咱的中间。咱的教会是一间毋是完美的教会，但是通互人欢喜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有健康，有同心。我要为着上帝感谢，互我伫恁的中间，甲上帝甲恁同工。求天父上帝将这种的优质的人际关系，将这个优质的肢体关系，就是教会这种的共同体，这种的优质，继续放伫咱的中间。我用这张相片来代表咱的同心协力。毋是干那中级甲牧者，是大大细细。愿天父上帝帮赞，互咱伫上帝的面前，同心兴起福音。我要为着过去就任，即摆又搁在任的中职，伫上帝的名内底感谢恁，嘛祝福恁。基督徒基本上是退而不休的，对吧？基本上无论咱有认真无认真。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拢是上帝的工人。愿天父上帝纪念咱中间每一个为着听上帝的缘故，伫这个教会参与付出恁的精神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我今仔日的讲道较要紧，毋是要教恁着爱安怎选选什么种人。有人会问牧师讲，牧师要选什么人？恁敢捌听过32年来牧师甲恁讲，恁选什么人？上帝的教会，我无迄种的习惯，嘛将来嘛袂安尼做，因为咱毋是钦点选什么人来做上帝的工人，咱是当心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求你照你的旨意来拣选你所要使用的路卜。我搁读一摆，主啊，求你家己照你的旨意来拣选你的工人，将你的心意互阮知。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来兴起伊的教会。咱的教会有一个足清楚的精神，就是上帝伫咱中间掌管，所以毋免惊无牧师，只有惊无上帝。咱的教会是上帝掌管的教会。昨双年教会50几个中级因的家庭甲牧师做伙伫咱中间，因利用这个双十节的假日长假，因伫咱中部访问几间的教会，伫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中级问我讲：“牧师，你伫遮遮尔久，你敢捌想过一个问题？你若离开了后，将来什么人会通来接你做牧师？恁想呢？”这个问题交上帝就好啦。但是咱有一个真要紧。就是咱当心去做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避办迄一节的来临。原来咱的教会是上帝掌管的教会，愿天父上帝伫咱中间来兴起伊的作为。所以选举对教会来讲，嘛是一个亲像咧收圣餐，嘛是亲像咧做礼拜同款。选举其实甲普通时的生活拢完全同款，就是参与伫上帝
伊分别做成的生活的内底。也这你敢有同意？其实，咱每一摆任何的代志，咱拢应该持守一种的态度，就是平常心。我做基督徒是什么种的时阵，拢同款，分别做成。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将今仔日的圣经的话放伫咱的生命的内底。保罗伫伊的批中间，伊安尼讲：逐摆我若想到你，我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若为着恁祈祷的事，我就欢喜。当我读这句话时，我问我家己讲：天顶的圣神，伊敢有安尼咧对咱特定教会讲话？逐摆圣神若想到咱共同这个特定教会的事，伊敢有为着咱欢喜？恁感觉咧？我感觉有啊。好，我首先带头甲恁讲阿们。我嘛毋望咱的上帝的圣神是继续为着咱祈祷的事，陪伴咱的时阵，做咱的保惠师咧，引带咧造就这件教会事。伊伫上帝的面前是为着咱欢喜的，毋是因为咱100分来欢喜，是因为咱有真心要互上帝来使用。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圣神继续加添伫咱的教会中间，帮助咱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对头一日到今仔日，我相信到将来嘛是安尼。因为咱有一个期待，就是这间教会无论100年、200年、300年，甚至1500年后，这间教会它优质的信仰认知，一个继续保持掉咧。牧师常常甲恁讲，古伦神父因的母会就是圣本笃教会、圣本笃会。天主教的圣本笃会，牧师甲恁讲起，因伫第6世纪1500年前，因建立迄个修道院到今仔日，1500年这个修道院要个坚持迄个足简单的信仰的传统。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祷告。1500年，什么种的教会伊无改变，伊对信仰中间的欢喜。甲伊信仰的主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因为咱中间真正无人有才调讲100年后这间教会当安怎，但是免烦恼，因为咱的上帝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过去的一日，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兴起伊的观念，互咱伫上帝的面前，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准备先做2项的代志。牧师伫分享邀请，恁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11月初1，当然嘛到久久长长，为着咱的教会。第一，咱伫上帝面前军队上帝。圣经讲一心一路，意思是甲上帝同行这条道路，用上帝的心做咱的心，用上帝的道路做咱道路。因为上帝通过以赛亚。伊讲：我的道路关过恁的道路，我的念头关过恁的念头。而且咱若毋望咱的教会真做一个后来阳光赢过前的阳光，咱若期待咱的人生后来，咱的后代因必然更较兴起，更较有荣耀。而且咱的求上帝的道路，因为上帝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上帝的念头。赢过咱的念头，所以头一个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邀请咱，为着咱家己的教会会无够业，为着咱的教会要有真侪成长的可能，不是最好，而是更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常有听到这句口号讲：台湾不是最好，可以更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心一路。同心同道，圣经原本的意思，这个同就是一，共一条心，合一的心意，伫上帝伊的心意做咱的心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道，圣经若讲到道，
有当时会翻译做上帝的话，但是今仔日这个道唔是 logos， 唔是上帝的话，伊叫做 Darak。这个道真正就是道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永永远远坚持用上帝的话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永永远远是一个尊叹上帝的话做咱的心思意念，用上帝的主张做咱的主张。主对咱讲话时，咱伫伊的面前讲主，我感谢你。所以今仔日的新约的圣经讲，对头一日到今仔日，咱同心合意，因为伫咱心中内底想事感动的，动了善念，互咱有感动的迄个圣心，今仔日到将来继续要引带带领咱。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毋是干那固守伫即个德堂，咱造就的囡仔将来上帝若要使用伊。有可能上帝要找紧咱的囡仔到天边海角，咱毋免甲伊拔掉咧，亲像风吹。那上帝要用咱的囡仔到天边海角，咱就甲伊祝福。主你带你家己的观念，互因带你的观念，因会当到逐所在参与上帝你的圣工。但是既然上帝你甲阮留伫德堂教会，阮就要甲上帝你同工来建立一个信仰的摇篮。永永远远，这间教会要用上帝你的话做阮的宝贝，求天父上帝也日日将当信的朋友加添伫阮的中间，互人甲阮做伙享受上帝你宝贝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照着过去，逐摆的礼拜牧师对恁讲话，是因为上帝通过伊的圣经感动。我伫恁的面前分享圣经的话，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建立一间，是用上帝的话做地基的教会，好唔好？是上帝用伊的话来建立的教会，所以咱都要有上帝的话，是就是，唔是就唔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心一路。一主一相信，只有独上帝的话做咱的调教。愿这间教会是一间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教会。兄弟姊妹，咱做伙伫这个所在做礼拜时，牧师解说圣经了后，说使你若有感动。兄弟姊妹，咱爱做什么？分享。逐摆咱灵修。逐摆咱安静祈祷，逐摆你家己读圣经，兼在做伙伫礼拜中间，牧师所讲的圣经的解说，以及圣神伫恁中间，因为恁的敬虔会感动，咱欢欢喜喜甲人分享讲，这就是上帝所赏赐我生命的亮光。求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毋是干那亲像相片遮尔水。兄弟姊妹，我真正逐礼拜拢感觉咱的教会足水。顶礼拜我讲一个说要甲迄个直播关起来也袂赴啊，但即礼拜双年教会来会中集家己讲，伊毋是可能毋是听着直播了后，所以才对曾牧师的后壁话讲，恁的教会足水。有一个音乐家，伊是双年教会的中集。伊做礼拜了后，伊徛伫外口的树啊，伊看到我行我来，伊甲我问讲：牧师，恁的教会这个讲台是啥物人设计？我就甲拍胸腔讲：我就画草图互迄个师傅、土水师傅甲木工的师傅，因就安尼做。伊讲：牧师，我有感觉袂出来，恁的教会这个讲台太遮尔，互人感觉有平安。用真少教会倾用1/3的礼拜堂做讲台，咱的教会真正1/3做。对下骹到这，恁咱娘娘的这个面积，头前可能我要到20坪，后壁走30坪。足讨济，因为一间礼拜堂用遮尔大的所在。恁感觉这个讲台当时17年前安尼用起来了后，迄个师傅甲我讲啥物话？
迄个头水师傅，伊做了后，伊足满意。伊甲我讲：“牧师恁这两支龙条有够水。”哈，会我的人就是会我的人，迄个头水师傅哦，伊这两支条安尼拨过来了，伊甲我讲：“吼，牧师恁这两支龙条有够水。”啊，笑咧，我讲多谢你啦。啊，兄弟姊妹，这毋是龙条。咱要做伙来去做一件互上帝的水充满伫咱中间，毋是干咱外表。兄弟姊妹，伊讲后来阳光赢过前的阳光，咱毋通误会呢。迄个阳光，咱家己阳光得当教会，阳光正好像牧师毋是。兄弟姊妹，读圣经爱读着真正的重点。后来阳光是上帝家己用伊的阳光放伫咱的中间，毋是人的阳光。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将伊家己的荣耀放伫咱的中间，无论日时、暝时，咱的生命给永远有耶稣的形象伫中间。主甲咱三甲伫着咱的教会。互相笑脸，圣神为着咱祈祷，圣神欢喜；中级为着咱的祈祷，中级欢喜。兄弟姊妹，恁参与伫这个教会中间，恁嘛欢喜。我感谢上帝带我来到咱中间，我嘛恁嘛感谢上帝带恁来到这间教会。愿天父上帝互咱互相笑脸的时，咱的心中。都充满亲情，兄弟姊妹，迄种归属感。你就是我的兄弟，我就是你的兄弟。这间教会永远就是我的后头厝，这间教会永远就是上帝所赏赐我圣洁的所在。主带恁归属伊的性命，主将伊的欢喜放伫咱的中间，一心一路。今仔的圣经无论旧约，无论新约，伊真要紧有一个圣经的重点甲功课，就是永远敬畏上帝。咱的教会是互上帝掌管的教会，咱的教会应该第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态度，就是敬畏上帝。因为这间礼拜堂是上帝伊充满的圣殿，愿天父上帝，互咱对心中。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讲主一心一路，我要恭敬谦卑，甲你同行，甲我一生的路way。也这愿谦卑加做你基督徒最要紧的特质。这是暝时，伫你的意识，伫你的潜意识，拢常常甲主祷讲：主，无论我伫暗时咧困，日时咧工作，求你互我永远存敬畏你的心。主帮助咱家就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敬畏上帝要受祝福。今仔日耶利米书第32章第39节讲：恁若彼此同心，永远敬畏我，我就要互恁甲恁的子孙拢得到祝福。阿们嘛。我讲一摆，恁若彼此同心，一心一路，永远敬畏我。我就要互恁出好子孙，恁甲你的子孙就要享受上帝拍开天窗，为着咱心中的期待甲听，甲咱祝福。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属天的祝福赏赐予咱的教会，也赏赐予在座的兄弟姊妹。上帝的圣心要帮助咱，伊要互敬畏上帝的心永远无离开咱的家族。上帝要互敬畏上帝的心，永远无离开咱的囡仔。当咱的囡仔来敬畏上帝、认捌上帝，有一日咱离开，咱的囡仔，伊要有一条路，永远无外错，因为上帝的圣神要继续引带因甲咱的家族，到代代无尽。主听咱的祈祷，互咱的家庭，上帝伫咱的家庭看手。上帝伫咱的家庭抹油，上帝伫咱的家庭祝福，伊起头做这个好的工，善功
好的工，伫圣经伊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价值。这个善，伊原文的意思叫做有价值。当上帝甲咱画手伫咱的生命的时，咱的生命就要叫做有价值的人。当上帝画手伫咱的心内，咱心中有一种的感动，迄个感动要成对真善美。上帝将咱过去的欲望，上帝将咱的情绪，上帝将咱的心思意念。古早的灵修的老师讲，人的心中有一个叫做逻辑脉，9种的情绪，3种的特质，就是人的欲望、人的情欲、人的心思意念头前的意向。这三种。恁若想要读牧师，等下甲恁讲对什么所在恁读会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心中，咱甲上帝讲：主，你甲我画手，你画手伫我的家庭，甲我的囡仔，我的囡仔因的生命就亲像上帝，你开始咧摇动，互因生命得到上帝你的使用。伊个落去讲什么？就必成全，就必成全。愿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成就上帝的计划。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到《路加福音》第4章，是耶稣的讲道，是耶稣的册卷。耶稣建立路加的教会，通过路加使徒路加。耶稣伫迄个讲道了后，又讲一句话。耶稣讲：当恁已经听见以赛亚61章第1节到第3节。以赛亚61章第1节到第3节。路加甲伊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1节，恁会当看伫周报内底，恁来复习迄个经文，恁读了后，恁嘛当搁重新读一摆，因为咱逐礼拜的这个信息其实拢有连贯性的。当耶稣讲，上帝的圣神充满我，用油抹我的头壳，差遣我将福音传给送养人，互痴迷得看去，受捆绑。心内骄傲，有真侪情欲、真侪念头捆绑的人，因要得到自由甲逃放；心内破碎的人，因要得到噩梦。耶稣讲了后，将圣经合起来，伊就交互教会内底的中级。最后，耶稣讲一句话：当今仔日恁所读的，恁听到，我为恁所读的圣经已经读了，会记得。今仔日的经文要应验伫恁的耳中，这是耶稣讲到最后一句话。今仔日的经文要应验伫恁的耳孔的中间。所以每一摆上帝通过有形的形式、无形式的，无论讲道，无论是安静，咱心中的第六感，上帝将上帝以家己的话，来放伫咱的心中甲耳孔。耶稣讲。这个话就要成就上帝美妙的作为，也这常常甲上帝讨。愿天父上帝的圣心帮助咱，每一摆咱听到上帝的话，所领受的真道，每一摆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时，咱来静静思考，因为这个话要拿来讲，上帝的话要加做一种的观念。后来，这个观念要鼓励咱采取一个行动，迄叫做坚持。上帝的话要成做一个感动。后来，伫个感动安静的时，上帝要将这种的智慧放伫咱的心内。咱要回应上帝讲：上帝，我要坚持用你的话做我的主张。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德。所以第2个牧师要甲恁分享讲，恁要选什么种的中职？牧师要互恁3个原则。其实这个原则不是为着选举，这个原则是为着咱每一个兄弟。第一，我敢会当邀请兄弟姊妹，你问你家己讲，你敢愿意成做一个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基督徒？这甲选举有关系，但是。这个甲选举嘛无一定有关系，但是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你敢愿意成做一个
有耶稣基督的心充满在你的生命中间的基督徒。第二，你甘愿意认真来看待你的信仰甲生活。也这，虽然牧师讲这三项是渴望你用基督的心来为了教会选出有这种三种生命特质的咱的同工，但是更加要紧是咱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种生命的特质。第二，咱甘愿意认真的看待你的信仰和生活。也这不是干那咱应该爱鼓励咱的囡仔认真看待咱的信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你甘愿意将咱这间共同的信仰的教会放在你的心内？什么人肯将上帝的教会会轻重，将这间教会需要，将这间教会事工，将这间教会使命放伫伊的心内。也这我要鼓励咱讲，无输我，咱每一个人拢将上帝的教会放伫咱的心内，无出于勉强。是出的，因为上帝将伊的疼放伫咱的中间，也用伊的疼吸引咱遮做兄弟姊妹。也因为咱感觉，伫这个教会，我有一个立足点，这个教会嘛真做我归属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问咱家己，伫咱中间有什么人？他能够展现出来这种的生命的特质，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兄弟姊妹，伫你基督的中间，你为伊基督，你嘛为你家己基督。主啊，伊有，我嘛要有；主我有，伊嘛有。愿天父上帝伫咱的教会中间，佮问咱第二个问题。伫咱共同生活这群人，有什么人伊家己将信仰当作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咱无人是完全的，所以咱若教会要中级要选100分的，咱找无人。但是咱会当问咱家己讲，伫教会要受选真做上帝的工人。伊应该伫阮中间，有努力想要表现出来，伊的信仰甲生活。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建立一间用咱的生活讲话教会，用咱的生活成做一个记号，互咱的厝边看到；用咱的生活成做一个记号，互咱的亲人看到讲。自从伊成做一个基督徒了后，伊完全无同款。伊有，我嘛要有。将近30年前，我读着灵修的一本册，一个叫做林真秀芬姐妹，有写一本册。因移民去美国，后来伫美国信主，伫美国信主了后，伫教会的鼓励，所以灵命得到丰盛，所以逐日透早就起来灵修。因为伊的牧师甲伊讲一句话，伊讲：逐日第一个天空拍开目睭，第一个要看到就是看到上帝。第一个想要听到喊你，迄个声是上帝的声，毋是你隔壁迄个同床异梦的隔壁迄个，还佫咧困咧咕咕叫迄个。伊讲到天光第一个要听到就是听到上帝的声，第一想要见面的就是紧要去跪落来祈祷见上帝。这个林真秀芬姐妹，伊后来写这本册，伊的动机就是分享上帝怎样祝福伊的家庭。伊讲自从伊开始改变了后，第2年，伊的8岁的查某囝，
伊生日要到，伊要买一个礼物送伊的查某囝。这个8岁查某囡仔甲伊妈妈讲一句话：妈妈，我要一本圣经，每一天早上我要起来跟你一起祷告。因为这年来中间，我看到你足无同款。妈妈，每一次你讲到耶稣，你的眼睛会发亮。对于那时阵开始，林真秀阮姐妹开始甲伊的查某囝，逐工透早做伙读圣经。5年后，伊写这本册，伊回顾，伊讲有一日伊的本性，伊咧责备咧管教伊的囡仔时，伊用羞辱性的语言去骂伊的后生。后来伊的心中圣神感动，伊足难过，伊就回头，甲伊的囡仔道歉。伊的后生说不知所措，甲妈妈讲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因为伊的囡仔，因为这个道歉，因规个囡仔的生命，拢看见上帝的作为。而且我毋是为着选举咱的教会，我从来无烦恼咱的教会中间的选举，因为我深深知影上帝伫这间教会内底，伊拢经真正听伊的人。伫过去的年日，咧陪伴教会，但是我甲恁分享这个是爱咱的教会，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的教会。兄弟姊妹，真正珍惜咱做基督徒的生活。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看见咱教会中间什么人，因愿意将上帝摆伫第一顺位，毋是将人摆伫第一顺位。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伫咱的教会经迄个，愿意将家己刷去一边，然后恭敬，互上帝伫这间教会来掌管咱的教会。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互咱伫今仔日开始到永永远远，来用安尼来为着改选来祈祷。耶稣甲伊学生讲，恁着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响，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德登教会，亲像伫天顶。兄弟姊妹，咱当心用这个祈祷来为着咱的教会的改选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生命用这句话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伫我的生命中间得到高举，愿你的国度降临伫我的家庭的内底，愿你的旨意成做阮家族，成做阮教会的旨意，到代代无尽。阿们。咱当心来祈祷。主帮掌管，互阮用脚步，用谨慎，用敬畏的心来祈祷。首先将你的教会来交行伫你的手中，使你来保守引带这间教会。因为这间教会伫阮的生命中间，伊的重要超过阮想象袂到。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互这间教会后来荣光赢过前的荣光，毋是因为阮手所做，毋是因为阮，是因为上帝你亲自用你的荣光充满伫这个所在。互人看了后，就讲何等的奇妙！德登教会十字架顶悬，竟然有一个记号，代表阮的主耶稣。主求你帮掌管，互这间教会全然属于你。主阮无烦恼明日是怎样，因为阮知影
你掌管明仔载，愿伫你的面前，从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我嘛为着过去，甲你同心去做教会每一个你所使用的忠贞，愿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保守阮，在即无在即个，拢无受到黑暗势力的攻击。阮拢要真侪上着你所保守稳定的家族。愿伫你面前的祈祷，我可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